市民信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信声》节目。现代人呢，饲宠物的是愈来愈多，甚至呢比生囡仔佫较多。有一寡宠物是真好命，互人惜命。但是呢，有一寡狗仔、猫仔呢，却是真歹命，因为呢伫外面咧流浪，佫吹风晒日，无物件通好食。所以互大家感觉讲，到底这个问题是要怎解决呢？今仔日咱就邀请到一位贵宾呢，到咱节目当中，要甲咱做伙来关心宠物，也有游荡犬猫的相关问题。节目一开始，咱先为大家介绍今日到节目当中的5位贵宾。首先，咱们来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动物防疫保护处的洪振凯副处长。主持人好，市民先生的朋友大家好。好，欢迎副处长。第二位为大家介绍的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的罗承忠教授。大家好。好，欢迎罗教授。第三位为大家介绍的是咱台南市的前议员李文正议员。台南的乡亲，大家好。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咱台南市里长联谊总会吴胜志总会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我们的吴总会长。好。最后一位是台南市安南区我们的南新里施伯南里长。各位附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欢迎5位贵宾哈。按第日前呢，咱台南市第一份家护动物调查的报告正式出炉了。那么这份报告呢，是咧调查讲咱安南区南平里内面有偌济宠物，还有一些游荡犬相关的问题啦到底呢，这份报告出来以后呢，对着咱未来不管是讲咱的防疫工作、动物保护工作，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或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咱今摆先来看一段 VCR。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它发狠的比特犬紧咬住黑狗，只要听到狗叫声，更是吓个半死。中指几乎半截被咬断，被这只野狗小黑咬伤右脸颊，深刻。这一幕使人着惊的画面，让人不得不怀疑，号称人类上界忠心的朋友，为何变甲这凶残？是什么款的原因造成这类事件不断发生，却个无法度断根？台湾饲宠物登记数量已经超过每一档的新生儿。在台湾都会区严重，大楼一直起，人口高密度，要清楚整个住户生态已经真困难，更何况了解大楼饲宠物的情形。台南市南平里里长施撇兰结合志工进行家护动物调查，成为台南市第一个完成家护动物调查的里。根据调查结果，伫完成调查558户，有饲宠物的172户，无饲宠物的386户，占3成。有饲宠物比例方面，狗仔有110户，社区平均5户有1只，比农业部2021年统计台南9户有1只较悬。其次是猫仔28户。伫宠物登记甲绝育比，136只狗仔全部拢绑起来，有晶片的55只，占40%；无晶片的81只，占60%。绝育的部分比农业部2023年公布全年平均66.4%较悬。猫的部分42只全部拢绑起来。比农业部2023年公布全年平均50.7%较悬。社区流浪狗部分全部以 TNVR 方式处理，也就是诱捕、绝育、注疫苗甲回放。有2位好物件者有9只到11只，2位无好物件者有12到14只。另外有无特定区域，大约5到6只有饲物件互因食。不过统计数字搁再详细，宠物产生问题有源坐干那山，包括因为中户回放放山鸟犬造成数量真歹下降，狗仔加伤人事件有源不断发生，养饲问题有源严重，狗仔暂放空间不足，诱捕人员欠缺等等。2015年1月23日，立法院3读通过《动物保护法》部分修正案。删除第12条条文当中，经过通知或者是公告超过12天无人领养、领领，或者是无适当的处理，就要抬死规定。
禁止各地收容所对动物施行安乐死。部分基层立场认为，若无执行安乐死，动物产生问题将是一个无解难题。究竟动物难题如何解脱？值得各界齐心找解方。这是由台湾动物保护行政监督联盟所推动的这个家护动物的调查。那么，在2022年呢，有咱全台湾有4个里来进行；2023年的时阵呢，全台湾有5个里。咱台南市呢，非常无简单来完成这第一份咱台南市的家护动物调查报告。好，那拄则呢，咱伫VCR内面呢，已经有大约知影讲调查的状况是安怎啊所以呢，咱即马一开始要先来请教的咱进行调查我们这个施里长当初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我想伫咧即个流浪狗的问题伫社区造成的影响这非常大啊。长期以来每一个里长拢真困扰，所以迄当时就想讲要透过即个了解即个流浪动物伫社区即个到底这偌济数量来有一个较明确的即个概念咱可以当来甲即个动保处来去探讨即个问题。所以讲，咱定咧讲要了解即个要解决即个问题，咱要先了解即个问题是啥物原因来产生的。所以讲，阮就是即个想法，较来做即个调查。所以进行调查以后呢，你感觉讲哇，调查了，你感觉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凸显出倒一寡问题吗？阮做普查啦所以讲家户每一户安尼咧去甲调查了发觉讲即摆即个饲动物，这是真正是真普遍啦。即个家户爱饲动物的即个状况，咱也去甲了解讲有去结扎无，有去植晶片无有做即个宣导嘛对即个饲即个动物的即个家庭去甲做再教育的即个工课啦所以阮感觉讲即个调查落去加强社区民众咧饲动物的即个动保的即个意识也有提升对阮来讲也有对即个社区的即个动物的数量有一个即个较完整的即个掌握即个了解安尼。对。那里长，其实我有详细研究过这一份调查报告，那里面好像说就是大概只完成完成8成嘛，还有157户无完成，到底什么原因无甲伊调查到？因为阮是用即个上班时间落去做调查啦是。即个加上拜六拜日，但是有一寡民众伊即马伊的即个上班的即个形态可能伊是做暝班的也是做即个做2休2的造成讲咱即个要去甲拜访的时阵，无法度去接触到伊即个民众即个状况啦所以讲因为即马工作的形态较无共，所以讲有当时要做即个普查较有困难的对啊。另外就是伫即个绝育的部分因为呢，伫恁的里调查起来这只狗100%100%拢是绝育，但是全国平均起来是66.4%。伫个猫的部分同款伫个南新里嘛是100%拢绝育呢，全国呢是5.7%啦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状况？你感觉讲这个调查里面敢有讲的毋是实在话？当初阮看到这个结论嘛，感觉真好奇，讲较会拢100%拢有绝育。当然这是一个讲民众对于讲有人来厝里咧问。可能咧想讲，可能政府敢是要发钱，还是要来我若讲无即个狗无绝育，无去验敢会去用受到啥物罚单还是啥物？所以讲民众一般的，你也甲问讲即问恁兜有饲狗无？你的狗有验无？民众拢讲有啊，阮的狗拢有验是。所以讲无法度讲，咱也无法度去讲，家己的即个。厝邻饲的狗来一只一只来甲检查啦，所以讲，阮就照安尼落记录所以讲，这可能是咱面对人性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考验嘛但是阮调查出来的状况，咱就是安尼甲
报告出来。是。啊，伫阮社区拄着的问题，我相信应该未来也推广伫咧咱全国其他的社区嘛是差不多会拄着这种状况。对，这个咧调查的时阵应该是这状况拢会来发生啦。因为民众惊比处罚嘛，唔知讲你甲我安尼调查，甲调查了来甲我罚钱啊所以因就规去甲你讲，阮全部拢有淹起来，拢有改结扎啦但是这是我们也是可以想得到的是这个人性的问题不过呢，这份调查报告出炉之后呢，可能也反映出了很多，至少我们知道说，哪几户有养猫、养狗，还有养那个龙猫啊、蜥蜴怎么等等的，还有乌龟啦真的是非常有趣可见说，其实现在真的很多民众都喜欢养宠物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请教副处长副处长就是讲因为一般全台湾无可能有遐尼侪人力去甲咱做这个调查，所以一般这种宠物调查跟游荡犬的调查是安怎调查？那一般来讲全国会做狗数量的调查是咱目前是农业部统一委托专业的学校用迄个科学的迄个统计方式去做调查的。伊有分做2个部分，有加浅的调查是透过用电话去做访问，嘛是问讲看咱的饲养的状况，迄个有严无严，等等相关问题是安尼去做调查的，有一个统计数字，来以咱台南来讲，目前上新的统计数量，加浅大概是11万只左右，那流浪狗的部分107年农业部嘛是委托学校来去做调查，是大概有22000只左右啦是。一直到111年的时阵的调查是大概11000只。所以讲迄个流浪狗的问题上加浅的数量，目前以官方的数字是农业部伊算叫伊迄算做伊会算无一定讲固定。迄个，因为每一档伊建的调查的族群可能无共，所以讲每一档调查出来的数字会去变动。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调查是比较有科学的依据。不过伊事实上嘛是敲电话访问民众，像咱的南心里安尼讲访问小港，所以包括这个绝育还是说有没有做什么晶片植入这种调查，可能有一寡民众伊嘛无一定会讲实话啦但是其实就是大部分就是普遍这样子所以呢，可能我们就是之前的游荡犬，这样听起来是有比较多，然后后来又比较少，但是到今年的话，可能好像听说数量是稍微。虽然还没有完成统计，但是数量好像稍微也有提升，对不对？是因为那个当然游荡犬数量是呈现一个波动，因为伊看摄的就是讲咱加浅的狗到底是有严无严？但是讲现今伫外口流浪狗伊到底有严无严？这拢是直接会造成讲咱流浪狗短时间会去增加，因为狗一档就可能就生2胎。伊一胎可能就是6、7只、7、8只，甚至讲有一生一胎就要10只。所以讲所以讲咱一直咧推动，讲咱所有狗咱就是爱紧来掠转来甲结扎，足重要的。因为你这个所在你是失去无去甲注意的话，可能你过半档了。半当了，这个所在迄个狗的数量会向来增加起来。向增加起来，哇！狗一当生2胎，一胎当生就6至10胎耶。所以你也甲想安尼拖出去，真正是非常的多所以这个绝育这一点是相当重要。好，那这样子我们要请教副处长那我们南心里进行这个台南市第一份的家护动物调查报告，你干嘛讲对于我们这个数据的精确度会不会更准？那当然只有1份嘛。如果未来要推广的话，是不是会更好？当然，咱非常感谢咱司理长会当带头来做这件工作。总讲咱也是讲，咱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庄头每一个里长拢愿意来斗相共这个工作，绝对会当互咱这个有关咱流浪狗问题，当搁做一个较圆满，还是较有效的这个解决。因为咱里长是伫地方上了解地方的状况，每一户的饲养状况安怎，到底有饲无饲，伊上了解有饲的话，总讲伊有咧关心
专门有一个共识，啊，有饲的人伊家己就有一个伊家己就有一个意识讲，啊，我需要爱去结扎，啊，无大家拢咧看。我需要爱去，因为大家人拢有变成这个共识大家狗仔带出去散步的时阵，阮兜的狗仔，你验啊未？啊未验？你长伊即号啊未验啊，你爱甲斗注意，斗关心者，大家有这个共识，大家会卖去结扎。可咱即摆听拄到一个情形，就是讲，我斗饲我饲喺厝内啊，我要验嘛，无爱验，我爱自由啊。可惜有当伊带出去无小心赔了。生了一收要安处理，伊就使四界黑白甲你放，放了讲迄流浪狗，讲迄政府的，变成讲咱咧处理即个末端的工课，你就变成讲咱一直咧处理末端的工课，上重要是啥？你源头就是咱家户的狗仔，总讲啦，拢会当做结扎，每一个社区，拢会当去重视即个问题，卖互咱的家户的狗仔。演变起来变流浪狗，一方面咱加强流浪狗的结扎，安尼较我都甲即个流浪狗的问题做一个较好的解决。对啊，所以咱的民众刚有听到你就是甲恁兜的狗狗啊，把它那个绝育结扎一下，这样子你可以让这个流浪狗的问题不要再越来越严重，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你自己去做的话，这样很简单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做的话，繁衍出来后续的问题好麻烦，非常的多。针对咱这份动物加护的这个调查呢，我们来听看咱的总会长的意见是安怎？调查这个调查你讲像苏博然苏理长伊历年内底咧调查伊讲即摆的所有里长的心声是安怎？你也讲你每一本甲伊普查，甲伊讲你狗仔几只，猫几只，讲真诶，恁市政府动保处有哪有一种配套？就是讲，阮来普查无要紧，但是核说伊也无结扎，就是市政府看会当。免费来互遐个住户狗来结扎，安尼相信住户伊会坦白讲，伊袂暗看嘛。你无结扎要紧，你甲来对搭结扎，市政府一切拢伊会吸收啊。那安尼起来，你对伊普查，变得较有落实啊。无大家拢暗看嘛。对。所以，政府也是爱出一点力啦，因为。讲这个恁也无出点仔来算讲，我种饲，到我搁开偌济钱，开偌济，到尾啊生完事，到尾拢啊搁袂爱放啊，造成社会的问题出侪啊，所以你也建议咱市政府朝这个方向来进行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总会长讲的对，副处长，因为就是那个报告出来，100%都绝育，怎么可能呢？就是因为民众不敢讲嘛，因为一来是民众怕被处罚，二来是不是有什么奖励可以吸引我们的民众，就是去绝育结扎？其实咱每一档拢有咧推动咱的家犬的结扎的补助啦，所以讲有关结扎的费用，其实咱每一档拢有咧办理，一档嘛拢过来请假，迄个数量咧做进行啊，所以讲若有需要的可惜咱即摆针对咱，因为讲实在，咱的经费甲资源嘛有限啊，咱即摆目前每一档的推动，咱是针对混种犬，就是咱讲的米克斯啊，总共你也是讲咱品种犬，目前是无补助的。所以有一部分嘛是爱家己自行去结扎，大家出一点力嘛，对不对？你要养它就要爱它啊，好，那我们也听听看李文正议员的意见呢。就是讲袂使抬高啊，这是国家的政策啦。这个咱对2017年政府宣布讲袂使搁再扑杀啦。所以这你配套就爱做好势，因为你即摆你袂当扑杀，所以这个狗你只有就是对源头加节育。但是呢，这个因为咱看到讲台湾的流浪狗遮济嘛，互咱感觉足痛心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咱的土地就是36000平方公里尔。咱的土地遮尔小，竟然有遮尔济流浪狗。过去咱一当抬着安尼，安乐死菩萨，抬遐济狗所以这伫国际社会来讲这是互人感觉讲不可思议的代志啦。所以
这个咱有几个这个大家应该就爱来做伙解决这个代志，因为啊，你政府你像讲咱的公所啊，咱的基站啊，咱的单位啊，遐尼济啊，咱若看到狗啊，若是讲未节约的时阵，咱就赶紧来大家共同合作，咱互这个流浪狗，对这个源头，咱赶紧来甲伊解决，安尼就无后壁遮的一寡问题产生，互伊情产生嘛。当然这几冬来啊，咱的政府豆豆啊有咧重视啦。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即马咱伫咱的社区也好，佮不管讲草地，应该这个狗啊，流浪狗啊，应该拢有减少真济啊。这就是讲大家观念一直咧进步。佮在政府啊，因为伊有若知影讲，这个无赶紧对源头来解决。你一直生啊，像传染病共款啊，你愈生愈炭，像登革热啊。你无对源头，对迄个滋生原因解决，安尼时阵当然你这个狗啊，伊就会泛滥嘛，泛滥就造成社会问题嘛，这个政府，咱整个的社会，咱来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真简单，真理只有一个尔，就是讲咱甲这个未淹的狗啊，咱只要若去发现到，只要若去看到。咱就赶紧通报，看是动保处，还是讲任何的窗仔口，赶紧来做一个节约。我想啊，咱即马这个整个的伫较早咱的都市内底啊，莫讲草地啦，都市内底流浪狗嘛一大堆啊，会使讲泛滥啊，即马呢，咱伫都市内底，咱就感觉讲狗啊，减真济啦，这流浪狗啊，就变做真少啊。咱这个一直有伫咧改善的中间，这个咱有哪着爱这个配套做好势，对源头来解决，有当时啊，因为你伫遐指责的时阵这个袂当解决代志啊。对。你你这个人去造成这个问题，还是讲我指责你，你指责我，因为咱生活伫这个土地，咱住伫这个所在，咱嘛希望讲这个流浪狗，咱会当赶紧早一日来甲解决。政府对2087年的宣布讲，咱就无搁再扑杀，因为国际社会对台湾相当的攻击啊。这伫咱台湾的形象，国际形象来讲真歹啊。所以咱伫2087年，咱就宣布，迄个节约代替扑杀。所以咱结论就是讲，赶紧来甲这个源头解决，赶紧来节约。然后你讲动物园区、教育园区，当然这是个末端啦。对。这是后壁的工课咧。你若今仔若无流浪狗，伊若无去生的时阵，当然咱就免过这个问题。咱社区咱嘛无这个流浪狗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是，所以李议员是认为说，咱有源头啦，来做起，然后当然相关配套爱做好。那么你对着讲咱南新里做这动物的家户调查，你认为讲这个调查好无？我真有意义啦，因为咱里长啊，社区是上界基站嘛，有当时当然像我嘛是做民意代表过，就是讲大家拢会讲这狗啊呢对社区危害造成这款的一个社会问题，做里长伫第一线。就对面对足侪压力，但是当咱若去做这的一个深入的了解了后的时阵，咱绝对会当知影讲这个问题伫倒一搭，咱要安怎来甲解决？咱绝对会当搁进一步了解嘛。所以做这款的这个调查，我相信讲这是有相当有这个意义啦。因为咱莫讲咱做一个民意代表，是讲政府的人员啦。因为我看到真侪一寡这个动保的人士，是讲因嘛安尼出家己的时间、出家己的金钱，然后引起迄个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狗啊，你若无去甲伊管理，你唔知影讲这个狗啊有淹无淹，政府嘛唔知影，政府遮尔侪人，伊嘛唔知讲这狗啊，迄个伊有淹无淹，伊生活伫倒一搭。你当然里长若讲有去做这个调查、做这个了解的时阵，我想这种这是拢咱早若讲会当安尼做的时阵，我相信讲咱的流浪狗咱早就解决啦。因为咱大家共同来疼惜咱的土地。这个耕地
伊讲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动物伊的一个态度，就看会出来安尼啦。所以咱嘛希望讲，即摆你看像遮侪人咧饲即个宠物啦，就是讲需要做伴。咱无希望讲，这宠物伫咱讲怎样甲放互伊变做无人的，伫外口流浪，然后造成社会问题，这嘛是咱无愿意所看到的。好，所以讲对的动物加护这个调查咱在场就是李议员呢，他是持这个赞成的意见，然后认为说如果能够普及的话会更好。好，那咱刷来嘛，要听看那学者专家意见是安怎？罗教授，那你对于这个加护动物的调查，你认为它是怎么样？有什么意义吗？还是说这个可不可行？我觉得里长做这个事情不只是正确，而是让人家感动。安怎讲呢？就是说地方自治有一个精神，就是讲地方的代志，地方可以解决嘛。所以说他解决之前你要调查。这种自发性的东西，其实在全国里面，我觉得都是地方自治史上很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个足好的代志。但是咱地条跳来讲，其实咱即摆处理的代志是足困难的代志。对。什么困难呢？就是说，咱这个物件已经完十几档啊。是安怎我讲两个故事，甲台南拢有关系。第一个是其实在阮咧上课上国家赔偿法的时阵英文爱讲一个例，就是台中拢咧讲威尔康大火嘛，迄时阵是政府代于代于执行职务嘛。但是在台南以前县市合并之前有一个案，就是台南关的时阵，在一个河床上，有一个妇女被狗群咬死了。那狗群咬死以后的话呢，那迄个家属就讲告国赔，告国赔呢后来成立起来的话呢，迄时阵就是法官有看说，这个我们的动保大队好像前几天才去看过，才去那边补过所以说表示说你代于执行职务，所以说给他判了一样。但是基本上河床很大，那个槽很长，狗藏在里面，你说那些同仁告我他厉害，说我真的能够侦测到那么多吗？没法多但是迄个案的经典案例，所以说刚刚说其实咱今麦讲的不是说浪好可爱，狗狗好可爱是伊的家人呢。它也是一个会有对于公安有危险性的动物嘛，那第二例是我自己拄到的，就是迄个新达港，因为我徛倒来，有时候我经过新达港那个大的路口，我有一个阿嬷，大概6、7点的时候，我看过30只流浪犬集结在一起，30只流浪犬，这么多，有熟悉那一块就知道说那边野草非常的多，沙子架底下行，你开车可能还好，我口都把我惊死他冲上来以后，我根本我唔知要怎样处理。而且我也无法度倒车，我等下我就往前冲所以这个公安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不能够去讲这无存在嘛。所以说，刚才议座讲的最好是说咱因为规个故事是2015年其实有一部电影叫12夜嘛那12夜大概看了说。这些狗好可怜2015年好可怜所以说，咱真的国家政策说，我们就把那个过了12夜没有人认领的那个条款给它处理掉嘛。但是处理掉了在公共政策上来说你给它处理掉不要紧，然后零扑杀都不要紧，但是公共政策你要很复杂的事，那请问怎么办？那问题还没解决啊！你说零扑杀后那起码我们的动保同仁把那些流浪狗收容回来了像我们要弄那个骑吗？因为有时候是说当然我们希望你认领带零扑杀嘛，问题是。总是有些犬只是又老又丑又病的大家在选要认养的时候也不会选这些那问题是这些又老又丑又病的话，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的动保处的空间跟资源不可能无限扩张嘛，所以说基本上这几档来就有民间团体去讲说，好了，那你说零扑杀好了，那狗去哪里了？其实后面就发现一些还蛮不好的事情，是说，因为我们公务机关也没钱了，所以说我们就移到私人狗场去。那私人狗场里面呢，那些狗的待遇生不如死那真的是这样子对它是最好的照顾吗？不一定嘛。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回到源头说，如果今天我们要跟印度一样，其实整个亚洲来讲，先零扑杀是印度，但是一起宗教因素。那台湾是第一个非宗教因素讲零扑杀，不要紧，咱要做这个亚洲第一真好，但是。你要提偌济钱甲资源出来，迄要有决心的呢。其实那个很花钱的，他都要咱讲政府要花钱来绝育，这样就好的。但是我甲你讲一个故事是你的狗，你看到一个人你牵狗，你就会讲这人是有钱人。是安怎呢？因为德国有很重的狗税，那个是地方税地方税然后光是这几年来，可能你就可以收到4亿欧元所以它就当了呢。所以说你要就是说德国人一个观念就健康，就是说你今仔日。要起告，这个狗就跟你的家人一样，你要一辈子照顾它。
而且还没有嫁出去娶的问题，你要一辈子照顾它，而且呢，基本上狗会为公共整个环境跟对整个公共体系预算带来冲击，所以说拍谁你要付税。如果说你付不起税，你就不要养狗。也因为这样，那些动物办法，其实我们早就建立了狗的登记制度。那基本上登记才有要不要淹的问题嘛。你要先知道说，就跟让摩托车一样啊，摩托车后面有车牌有登记了以后，我才知道你有台摩托车嘛。所以说你我靠放闯红灯的时阵，红灯右转时，我拢才是你嘛。如果说后面都没有车牌，就跟脚踏车一样嘛。一个红灯停在那个地方，摩托车都乖乖，脚踏车就往前冲，是安怎？因为没人在你起向嘛，后边没车牌嘛。对。同理啊，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在动保法来的已经设立了狗的管理制度了，说你要登记，你不登记的话要罚钱哦。但是扪心自问，请问1年开出多少罚单？这个不是地方怠惰的问题，而是本来是说，我们一直以来台湾只有管人的警察。我们没有管建筑物的建保警察，也没有管动物的动保警察嘛，所以那没执法人力嘛，没执法人力的话就拍这个。如果有张统计表说我们1年全台湾各县市开出几张单的话，那个数字会很难看。那等于是法律晾在那个地方，但是没有人执法。所以不要乱的。然后我们明年开始要推展猫的登记咯。对。全猫登记了后，没问题，但是这是健康的，就是说先登记以后再纳管，纳管以后就知道说纳管以后你家的狗只或猫还没有结扎，进行处理哦，不然我罚你。对。真的是对我们法律人来说的话就简单呢。我们没有萝卜只有棒子，下面意思萝卜是赏嘛，我这啦罚啦。我叫你做你不做我就罚你嘛。那台南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让我觉得犬猫自治条例哦。但是咱犬猫自治条例给读掉了它拍谁里面罚的都没有，只有一个比较有强制性的规定是说你做宠物业的时候不能开在那个3楼以上，你也没啊。所以说基本上这一条路还有很长，但是都咱的公众要拿出多少公务预算跟决心来处理这，其实迄个是选择问题。最后讲点，公务资源有限性，你讲狗狗好可怜，人也很可怜，咱就这中低收入补助的，只都安尼尔，不要那分。我讲不是这个没有抉择问题，这是公共选择的问题啊。一雄。对，所以其实罗教授也点出了一些点啊，你法律有来定出来，但是实际执行面包括经费啊、人力等等哦，这个可能还是有待要更好的配套才有办法哈。好，那我们终结刚才大家讲的哈，要请问副处长哈，副处长，安尼你感觉讲到底咱的家户动物调查哈，是不是会当对着咱未来咧管控咱的宠物啦、还有游荡犬有所帮助？咱动保处方面有法度来协助讲来推动，因为毕竟即马全台湾可能敢若几个你有去做过呢，咱台南市阁是敢若第1个呢。这吼，遐尼侪你要来推动，是毋是足困难啊？当然，伊这个咱即马目前虽然打一个例，这个例开始进行，就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吼。咱嘛希望讲，咱会当个为今年度开始吼，咱嘛会迄个讲从中央这边来争取经费，然后伊选一个固定的迄个行政区咱开始来做这个工作。以后希望讲伫近几年啊，大概我们目前的规划是大概希望是5年内，利用以一个行政区为单位以用同心圆的方式扩展到整个台南市当然伊这需要的相关的资源，个人力。就爱相关的迄个，咱爱搁去做长远的规划。是。当然一部分，当然今仔咱迄个咱司理长这边，伊成为这里开始，互咱有一个足重要的依据，就是讲咱知影一个基本的数量，大概是对。咱若说讲要做配套，咱爱准备偌济经费，较法度来符合这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同步来去做进行的，可是有一点足重要，毋是讲你政府爱摕出偌济资源，重要的是啥？是每一个家户你爱有意识，爱有重视。你若讲有意识、有重视这个工作，咱家己也本身家己的家庭顾好，毋免讲你大家全民共识嘛，大家你本来就爱去做的工作，你爱做好，毋免讲就搁开大批的人力。个经验去恁兜去做稽查其实讲你讲稽查，较来去用罚钱较来去做，其实无必要。以目前的法令来讲，咱这嘛是爱个说明者，伊即马
你只要无做宠物登记，就是罚以动保法，就是罚3000。啊，你总讲你的狗啊，你也是无结扎，啊，你一旦生落来，去用检举，就是会当罚5万块以上的金额。所以讲只要咱老市天物的人，会记的重登甲节育，咱会当做的，咱就是就紧去甲做，而且利用讲咱每一档拢有咧做迄个结扎的相关的补助，这个部分会当好来做利用。对，所以咱的民众恁真正还未出来宠物还未登记的，还未植入晶片的，还未节育，还未结扎赶紧去啦以免被处罚啦好，咱今嘛咱知影讲我们南新里很棒啊，我们台南市第一个完成的，那副处长去打马讲，这个很好，然后罗教授说很感动所以呢，咱副处长这边有讲动物防疫保护处呢，未来嘛是就是这个很棒，所以我们呢未来也会用一个就是行政区的方式，5年内用同心圆方式扩散出去。那一方面呢，可能这个也要慢慢来做啦那做的同时呢，其实也一方面我们知道说里长也是一边有在宣导。就你去人拜访的时阵，是说讲宣导嘛，有一寡人可能伊本来唔知影，伊就会知影，嘛是或者是说有点担心被人家发现，就赶快偷偷的跑去把它结扎了，就变100%咯。所以这也是蛮好的。安特伦告家咱也干嘛讲？对这个我们的第一个里有进行动物加护的调查出炉之后呢，可能带动我们台南市慢慢的很多里也来调查。那调查后，可能对于我们的宠物啊，还有我们的游荡犬的管理会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进入第2阶段的讨论，就是讲讨论这游荡犬的问题到底咱民众呢对着游荡犬有啥物款的看法呢？赶快呢先来听看民众安怎讲。你开车的时候，它因为如果下雨以后，它会在那个柏油路上躺着，在那边晒干身体，上比较舒服嘛。柏油路比较早干嘛，然后车子过去就碾压到。还有它那个我们这边的那个农民啊，骑脚踏车啦，去那个田里面工作啊，那些流浪狗有的比较凶的，就是追，大家就摔到水沟里面就擦伤了。因为常常骑在路边会有野狗冲出来，那其实还蛮影响这些就是骑车人的危险，行人也蛮危险的。对，就是他们要去观察哪一个部分比较容易有流浪狗，然后去看邻居是不是有人会固定在那里喂食，造成那个流浪狗聚集，然后去针对问题处理问题，对，不是摆烂。那如果说政府以安乐死来解决的话，你认不认同？我不认同我觉得你这是在，就是因为他不会讲话而直接让他死掉。我觉得他有他每个生命都很重要，所以不能这样随意让他死掉。其实，在乡下那边可能会，我觉得比较严重，因为像我们平常在拜访客户的时候，到田里面可能就是有流浪狗跑出来，然后就会害我们摔车这样。所以我觉得在乡下可能比较严重，还有南区的一些地方对在市区可能就还好。因为最近有听到就是有收容所的这个计划，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一个可以比较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因为人会有人权嘛，狗狗可能会有它的权利在，我们也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让大家讨论完之后再有一个解放，这样。阮安南区阮溪了遮拢有流浪狗、流浪猫时常来，因为遮较困阔，吵打遮农作物，个乱叫下暗时巴肚枵这互我粪扫车、粪扫堆，拢夹规个做麻烦就对了。你畜生你就无法当管就对了，所以安乐死也是好啦。觉得最近几年好像有比较好，但是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狗狗、猫猫，对，所以看到他们，我觉得其实不会觉得太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看到成群结队的黑狗熊，我也是会有点害怕。对于比较有攻击性的动物，可能还是要请政府这边协助来处理，这样不要伤害到大家的安全。这种我基本上比较不倾向这种做法来，还是希望可以朝一个
友善动物的城市来做，好像会比较适合。个人认为，嘿。所以呢，为咱伫咧街头随机的访问会当看会出来讲其实真侪民众嘛是爱狗啊，但是呢，遇到讲有即种会讲攻击的游荡犬的时阵可能会惊啦毋知要安怎来处理咱嘛要来请教讲咱在场其实徛伫第一线，你应该定定接到里面的欢迎因为若是倒倒有啥物游荡犬，应该第一个就通报里长嘛民警察的里长。咱先来听看总会长恁迄个你的状况是安怎？这个流浪犬是规个台湾市大家拢有诶心声啊，因为流浪犬太侪啊。流浪犬的部分是群聚的。那动保处的时阵因咧解说是讲你这个狗啊流浪犬的时阵集结对一下歹掠，对一下去，佮掠伊的时阵要1个月、2个月，佮甲伊放倒来原地啊。你要想啊。这个狗仔是已经伊收领啊，你搁互你1个月、2个月等伊了，若讲搁正收等来了，伊搁去啊是搁老大个啊。所以我感觉这袂使，你也着时阵一定爱搁看是要甲伊动保处爱关伫动保处啊，互遮群龙无首的时阵，狗仔自然伊会放开啊，伊甲伊家己走无去啊，袂使搁甲伊放倒来。来，安尼狗仔部分啊，狗仔非常的侪啊，尤其阮解困了就是。遮爱心有爱心团体啊，不是就是赶出一物件伫公园、伫狗仔所在，种一堆的物件，造成足侪困扰啊。像迄便当盒啊，放伊遐，互狗仔食个盒仔放伊遐，结果阮拢无法当处理，阮有当要报要通报，无法当通报，你要翕相，你也无法当翕相，你也无对人法啦。对，免怎法？人家翕，你也毋知伊啥物人啊。所以，迄造成阮社区足侪问题啊。狗仔你啊，迄个空袭过的时阵啊，不管讲鸡啊部分一暗的，假使成百只也加伊啊，流浪犬啊。所以我感觉狗仔问题非常的足麻烦啦。我希望动保处抓着，毋通搁囥伫原地，尽量甲伊掠好喙，掠互狗自然无伊安尼啊，互伊自然好散伊安尼啊。感谢。好，谢谢总会长其实这嘛牵涉到说有没有地方安置的问题啊我相信这应该是做侪例拢普遍的问题。那我们这个施里长，恁迄个的问题，敢是有哪差不多是安尼？阮咧做这个动物调查的过程当中，我有发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这个伫咧户外的这个游荡犬伊嘛是爱靠能力会靠法度活落来啊。所以讲咱一般咱咧饲的这个宠物犬也是这种较细只的，也是这种观赏犬迄种的狗伊是无法度伫咧野外去生存的。所以讲变做讲伫咧这种情形之下狗游荡犬伫咧野外伊会产生伊的野性，伊较有法度咧去生存。即寡较勇的，也是讲较会有攻击性的，伊的野性走出来时阵对人民来产生的这个攻击的行为这是爱即马全部里长希望讲咱的市政府出来甲咱斗解决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一般的民众伊对这个流浪犬是无特别的排斥，但是伊也一旦对民众有攻击的行为的时阵这个部分会互民众足惊吓这个嘛是常常阮里长咧接到讲民众咧通报的这个问题。但是即摆问题就是讲，伊因为零扑杀，所以讲伊掠去了后，像拄则会长讲的，1-2礼拜了后就搁倒来倒来，伊也搁继续民众看到即只狗仔就会惊伊搁无法度对伊无法度的时阵，即个问题要安来解决，这个嘛是讲希望讲即摆会当透过即种调查互咱的市政府。动保处会当搁了解讲地方的心声民众的心声，会当来做一个较有效的这个解决所以里长你本身也是赞成零扑杀，对不对？当然，咱这是一条性命啦。其实流浪狗是安怎来的？流浪狗就是家犬来的。这是大家饲的。咱也是讲对这个狗贩遮这边来做这个管制。你今仔生几只狗你卖几只狗这狗这个有晶片无？有结扎无？拢有来做一个管控的话，每一只狗拢有伊的身份的时阵应该
这个问题了了来减少。有攻击性的较大型狗的，像比特犬还是狼犬，这种狗你会当甲特别注意嘛，因为这种狗伊你也无甲饲的时阵，你甲放出来的时阵，伊的野性会走出来。伊的野性走出来的时阵，对这个社区对民众的伤害会较大。对。这是会当来去更细分它的那个种类啦。好，那李议员呢？你的看法？那你做民代遐尼久啊，这个问题应该定听到啦吼。系啊，这毋是定听到啦吼，因为过去这我感触真深啦。是。因为这个流浪狗这是政府无负责任，才会产生今仔日台湾流浪狗泛滥啦。你今仔日会是安那有这流浪狗因为咱甲造成的嘛。这流浪狗，头壳市里长讲嘛是咱家饲，才变做流浪狗所以你就是有这流浪狗，你才有这社会问题。虐人、咬人，是讲这的一寡迄个动保人士，因才会来甲做这这个工课。所以咱嘛会当安尼讲啦你这个国家这么侪流浪狗，表示你这个政府的效率伫倒搭嘛？你的管理的能力伫倒会搭嘛？咱若讲一个倒转来讲，你连狗的管理袂好势啦，你当然你人要哪管理会好势？你这个社会要哪管理会好势？迄像你阵阮咧做这个流浪狗的，咧迄个要节育的时阵迄手续是较麻烦无人呢，也无钱呢，政府规定一大堆，限制一大堆，政府敢若有当咱讲来讲，敢若要保护家己，头拄咱教授讲什么国家培训，结果时阵会耽误着足济遮的一个咱执行的这款的时机嘛。因为这个狗你若是讲无甲伊赶紧养起来，伊当然愈生就愈济啊，愈传就愈济啊，一当生两水啊。所以咱就爱简化遮的手续，这个咱的这个鸡翅头咱像讲较早咱用个火炊咧炖迄火炊咧炖要安怎炖你要足紧才会当炖呢，炖较会高级袂喷火呢，咱应该就要用迄种较先进的，迄种迄个电子的、电脑的，迄种效率足好，咱台湾遮尔小，大家佫遮尔有疼心，遮尔善良，咱台湾是不应该有流浪狗这款的问题啦。所以，当然咱这几冬来已经安尼社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了后，大家渐渐有这款的一个观念，社会一直对咧进步。这嘛是讲咱有哪感觉讲，迄个有哪真安慰的一个所在啦。好，那拄则呢，咱听过咱的民意代表的讲法了副处长。要甲你请教，因拄仔讲有一寡这个游荡犬人通报，动保处抓等于了后，佮甲放倒来，问题同款存在。另外就是这个喂食流浪狗的问题，这你是不是一并回答一下？伫遮咱有哪借这个机会啦，大家做说明啦其实拄则咱所听到反映讲讲伊迄带头的狗啥掠掠，咱佮放倒，其实绝对无这个情形啦。你若讲，咱知影讲，迄只会虐人会咬人，佫会带头，佫会故意人伤着，那以咱的立场，咱即摆目前，只要掠着迄种狗，咱就是甲关咧咱收容所，而且咱会去甲训练，转型叫做工作犬，推广去去咱的畜牧场乃是工场去医遐顾出，因为迄种。人迄有的所在特别需要爱迄种会肥的、有攻击性的迄种狗咱会去做转型。若一般来讲是讲，咱即摆的掠狗的政策是讲，咱一般的狗咱看着未结扎的，咱就是会主动去甲掠倒来养养，佮放倒去。一般是这种情形。可是只要发现讲有通报讲，伊迄只一定有攻击人有攻击性迄种狗咱掠倒来，咱就袂佮放倒去。即摆有一个咱有一个权益的措施咱其实咱即摆的狗来总讲针对规群的，讲遐数量可能有较济，可是咱若佮全部规群佮转去，大家muốn会惊，所以讲咱即摆为前几冬开始，咱有咧推动一个物件叫做矫正器然后大家可能当
看一下，就是讲咱这叫防追矫正器啊，吼，有一个项圈会挂咧狗仔的迄个头前吼，伊走的时阵吼，就会去弄着伊的骹，所以就袂去喐啦。所以讲，咱若针对讲咱规定的狗仔，咱有可能就是加挂矫正器，互断去。经过讲咱做即马目前咧试验的结果吼，只要狗仔你有挂过即种矫正器，矫正伊的追车咬人的行为吼，大概伊的成效拢诚好。所以准讲搁挂矫正器，搁真正搁会用，迄种狗咱就绝对无可能互断来啊，无可能，绝对无可能甲放断去所以。这嘛爱补充说明拄则有讲到，讲你像比特犬，即摆法令来讲，迄种攻击性犬只比特犬是有咬过人的牙啃，即种拢列为攻击性犬只伊比特犬即摆的法令是袂当饲的，规定是绝对袂当饲的，你嘛很持有啊，袂使持有。你若咬过狗仔喙拢爱连条的，而且爱挂喙单，迄嘛是咱法令的规定，一看到就是3万块起跳。迄即摆法令拢有相关的迄个规范。是好，所以如果说我们里长又发现说有一些会咬人、会追车的狗呢，然后抓回去又放出来的话，有可能是认错，另外一种是有可能放回去吗？那如果这种情形，那个继续通报咱的副处长，副处长一定会去把他再抓回来。好，那我们最后要来请教这个罗承宗教授了哈，教授，那就是就你来看，就法律面的话，咱对的这个游荡犬呐，还有这个零扑杀等等这个政策，您认为说，这些政策怎么样啊？这些法规是不是有需要再修正的地方呢？简单来讲2个战术尔，第一个不要再让家犬变浪浪。也因为这样，所以说既有谁有家犬，因为其实咱台湾上强的，由日本时代开始都是户政，大概土地，大概税务，所以说咱有一个想法是说起码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家犬登记没有融入到户政，也没有融入到税务，所以说以后你的户口名簿去看，你家里面3个人还有2只狗，大概来嘛。这个还可以当做，你翁先都要出户啊，但是你有的时候你来登记加晶片嘛，所以说当强制管理的时候，我其实咱日本时代来讲，咱就管就好啊，把它纳进来就好了。所以当这个东西真的绑进去的时候的话，家犬变浪浪的可能性很低了，因为都已经一个绑得死死的，而且还有一点是要纳税，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做很多的，咱他都要副做讲的狗只训练嘛，训练爱钱啊，像个钱。所以说还要有更多的财源来支持的，给做这点嘛，所以你第一块的那个管理我这个管理第一的就是强制登记制度真的把它落实，那不是修法的问题了。现在是有法，但是推不太动所以甚至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环保那个动保稽查员，这个也要钱嘛，一个人聘用成本多高啊？很多人去关，反正我们就是去稽查，然后不对就开罚。那在这个管理的过程中的话呢，能够才有后续的结扎嘛。你要先管理才能结扎。所以说这点咱处理掉后的话，后续的部分的话，光是浪浪的部分，既有浪浪的部分，它会大幅减缩嘛。那也因为大幅减缩，所以说今天不管收容还是让它整个零扑杀善终的话，我觉得那块我都支持。但是中间核心的去点你没处理掉后啊，你会发现说有大量的浪浪一直在增加，所以后来你再多的空间、再多的园区也收养不了他们。对，哇，我觉得罗教授讲得很有道理耶哈，所以像这样的意见呢，我们就提供给我们的政府单位来做参考。其实咱今仔日来探讨吼，咱知影讲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真正非常歹解决吼。几十当来呢，一直都无法度找出一项完全的当解决的方法。但是呢，咱大家当同心协力一起来做，我相信透过讨论透过大家比较有公德心一点，比较有爱心一点家己去做好这个绝育啦，还包括我们宠物登记等等，一定可以让问题来解决。好，那我们最后呢，请每位来宾30秒时间来做个结论。来，先从司理长了解这个流浪狗的来源，咱家己嘛来检讨咱的政策，希望咱的社会会当愈来愈进步，这个狗仔的权益也保护着，人民的权益也保护着，这是咱社会的福气以上。好，总会长。即马宠物宠物非常的多爱对宠物店进口一定爱注意，今天你要卖出，就是爱结扎前面一定爱做到做到的时候，你敏感的时候那这要搁反转，还无啥可能所以爱对遐开始做起那安尼来野狗啥来渐渐较少。
感谢。谢谢会长，来李文珍议员。吼，对着时代进步啦，吼，啊个大家经过这段时间啊，安尼流浪狗造成的社会问题，吼，啊政府即摆经有安尼继续积极，吼，啊咱有会当佫有较好的一个管理的办法，会当来甲这个流浪动物呢做一个节约，吼，然后来解决这个流浪狗造成的这个社会问题。我想咱是有感觉讲应该是咱绝对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工作。是，来罗教授。因为咱台湾市足快的所以这个问题要解决真正无介简单啦。那因为无介简单者，所以基本上咱政府机关咱有足侪，除了法令以外，咱有足侪资源来去处理这件代志。所以说，如果大家都支持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咱都要给副座这边要多多支持啦。对，好，来预算上面也要。是副处长。针对讲咱流浪狗的问题来做一个说明，嘛真希望讲未来，咱大家不管咱所有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市民，拢会当对这个议题会当搁较重视，嘛较加步一下。你若讲知影讲阮厝边落啥物人落有饲狗都无验，来阮通报一下，咱就来甲处理。来是讲附近有发现讲未验的流浪狗。赶快会当甲咱做通报，咱紧来处理，为源头来控制这个代志，安尼较有法度，甲这个问题提早来做解决。我想咱市委立场绝对是徛在咱市民朋友的安全为排第一优先，爱去面对的工作，所以咱绝对袂当放任讲有公益性的狗继续伫外口危害到咱市民朋友的安全。以上。好。所以咱非常欢喜吼，咱今仔日呢会当看到讲，咱台南市诞生第一份的动物加护的这个调查吼，这个调查呢，嘛互咱引起讲吼，咱大家对着宠物的问题，还有游荡犬的问题吼，更加重视，都是透过咱今仔日的讨论呢，咱在场来宾的意见，还有建议吼，全部都有当互咱的政府单位来好好做一个参考。好，咱再次感谢现场各位贵宾，谢谢你们。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信箱节目就伫遮告一段落，咱再会。